宜兰的教师职业工会指出，伫咧宜兰县的学校有70%的干事拢爱兼人事资格正方的业务，有的这护理师甚至佫爱出来管钱，建议县府就应该赶紧甲人保护桥，因为县府是保证讲会紧来评估。 学校的护理师伫咧健康中心，甲家己本职的业务处理煞了，搁再柜台资料到另外一个办公桌啊，办理今日的出来业务。护理师讲，因为出来的业务定了有时间性，若是拄到学生突然间受伤，伊就真头痛，唔知先处理受伤的学生，也是处理这边高级的出来业务。 所以相对的上，很多是有一些时效性的，但是同时如果有一些伤病的部分。 同时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会很有一些困境，就是说，哎，那我到底要先把这件处理好，还是先去处理伤病？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调查，学校职员的能力一直拢无够，70%的干事爱兼几类职务，尤其较细间的学校，敢若一个干事就要兼资格、人事加政府的业务，协助教学的事务工作拢无时间通做。可是如果都是在同一个人的兼任的情况之下，第一个在专业的部分，好。 也是一个需要，就是在继续去推动跟培养。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监控的部分，这个部分可能就没有办法达成。工会讲，干事兼资格人事加监控的业务，这拢系专业独立超联运作，彼此爱过执行，怎么拢共一个人做就无执行的功能。根据宜兰县政府所属的。 各边中小学职员原业设置规定，学校班级数目伫咧9班以下，无设专任的人事资格学校，必要时阵会让增设一个干事，严格加大拢做袂到。如果个案上学校有个别的这样的一个需求，依照法规，可以提报相关的计划来报府。 来做审酌哈。县政府讲，最近学校因为原业编制限制，所以大部分只敢拿一位干事加一位护理师，造成真侪人爱兼几类职务。在这方面，县政府有协助做相关业务的辅导。若是各学校有需求，需要增加人力，会当提出需求，县政府会依照个案来评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